老师，我们这个馅饼在做的时候哈，我们很重要的就是那个馅饼皮，对不对？是。它有没有什么 pebble， 还是说需要注意的事项？有，我们等一下在操作的过程，我会一一解析给各位观众知道。好，嘿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，我们先来拌馅的部分。嗯哼，好。来，首先我们的葱花。哇，好过瘾哦！这么多的葱花，不知道的人喜欢那边做葱油饼嘞哈。对。可是老师，这个葱花我看不加搭，你是不是葱花就是洗好之后要盖？我们葱花，我们它洗好之后，我们要稍微让它吹风一下，哦，让它没有含那么多水分。OK， 好，对对，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用其他的手法来使它的水分更加丰富。OK， 好。来，我们首先就是拌葱的部分的调味料，盐巴、胡椒粉、鸡粉、黑胡椒细粒。来，味道下来完之后，我们要先让它做一个搅拌的动作，让它味道全部都吃到葱花。我们跟观众顺便提醒一下，我们在和这个葱花馅的时候，不能说我香油、猪油我先下，才要来拌味道，因为你这样子拌不均匀。所以我们要先让味道吃到葱花里面，再来下其他的调味料。这就是细节了啦。好，我们拌匀之后，我们就下香油。嗯哼。来和匀之后，我们就下猪油。哦，馅饼里面要加这么多猪油哦。对，可是我们等一下吃到的时候，完全不会有腻的感觉，它会变跟葱结合之后，它会变成汤汁。OK。对，我觉得反正天然的猪油会比一般的，我们说坦白话，比我们的大豆沙拉油还是任何其他的植物油来得更健康一点。毕竟植物没那么多油啦，哈，它很多都是靠一些合成的化学的成分。好，所以我们不会把虾仁拌进来。不会。通常我们在包这不管是水饺还是馅饼的时候，我们会另外哈，就是虾仁通常都会另外单独包进去，对不对？对，第一次操作的话会比较方便，我不用在葱里面找虾仁。来，这就是我们葱花馅的部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开始来包哈。老师包的时候会跟大家讲解它这一包面皮是怎么来的。对，好。那我们今天面皮啊，我们用的是500公克的中筋粉心的面粉。那我们在调和比是水250，沙拉油15公克，盐巴2公克，来揉合这一个面团。我们把它揉合均匀之后，让它醒个15分钟，我们再做2次的揉整。啊，要不要加热水去那个？不要，不用，就全程我们用冷水就可以了。都用冷水。对，好，我们就把它揉成有点光滑状，这样有点亮面，因为我们有加沙拉油的关系，有点亮面，是这样子。好，我们把它分好，一颗28公克，我们先把它压平。用你的虎掌。专业都是1次2颗，对，把它压平，撒一点粉，让它不会有黏状，不会粘桌面这样。让我们擀的时候，2只手指头，拇指跟食指，抓住你面皮的外围1/3处。那我们擀的时候，右手就出平均的力量，一次擀一下。那我们在擀下去的时候是有出力的，我们回来的时候是没出力的。那我们擀到面皮的稍2/3处，就留中间点，不要擀，就让它中间我们擀完之后中间有点厚度。我们等一下在压线的时候，因为那个厚度的关系才不会破掉。哇，这个动作最帅了。然后2面对不对？正面擀完之后，背面也要擀。对，因为我们在擀第一面，它面粉有筋性，它会旁边会微翘起来。那你如果没有翻面的话，我们怕有时候擀不好会压到皱褶，所以我通常会把它这个真的是秘密武器呀。好，那我们刚好的部分我们就开始来做包汁的动作。好，老师在包的时候呢，我已经忍不住要把火开大了。通常我们会先把葱馅先往内填。那我们在包的时候，
手指头的部分，我们呈现一个凹槽的动作，让你的面皮上来的时候有一个凹槽部分可以来填这个线。哦。哇，我觉得好像已经包的不行了，可是老师硬把这个葱呢塞进去，再塞，因为不用怕。老师刚刚在擀面皮的时候，中间呢留出了一个厚度哦。对，好。那我们虾仁就看我们要吃2只、3只、4只，就所有我们老师看你功夫能够包几只，都把它包进去吧。太多也不好。开玩笑的啦，好，这样子之后呢，那我们填好线之后啊，我们就手指头、拇指跟食指，一边拇指在面皮的内侧，食指在面皮的外围，是，对。那我们就把它有点提起来，这样子，提住。那我们稍微捏紧一下，让你的拇指跟面皮是粘住的。是。那我们在捏的时候，我们有点右手往内折，往内翻一点点，对，转一点点，让它这个面皮呈现一个凹度出来，折数出来之后，我们就直接捏合，一样捏个2下，捏个2下之后，我们的拇指稍微往前倾，往前摆，因为我们在捏合的时候，我们刚才捏2下嘛，2下这边它捏好的厚度会集中在这边，是，所以我们如果说不放的话，它捏到后面会有一团面团在那边，就让人家吃到的时候口感不好。甚至有时候那个地方没有煎的，没有煎熟，不会煎熟，所以我们几乎稍微2下的时候，我们就稍微把那个面团给放掉，拇指往前，2下，边转边放。啊，你的包子、你的馅饼皮，你还是要提住，不能放松。不是拉，是提住而已。你看我的手法会感觉我好像在拉扯，对，其实是不能拉扯，因为你拉扯的时候，它变薄，你旁边的皮会变薄破掉，所以我只是把它撑住这样子而已。我们包到1/3的时候就准备收口，就左手拇指原本在压线的这个地方就放掉，拿出来，就在边折边转，再剩一点点的时候就直接收口。哇，好漂亮哦，那个皱褶，把它捏紧。捏紧，有一些是会把它捏掉，对，还有一些是捏平一点点，让它折过来。OK， 这样就有一颗馅。等下煎的时候就是它的那个要朝下。对，煎的时候我们收口的地方先让它朝下，先让它固定，因为我们在煎的时候，它面皮跟里面的葱馅它会膨胀，膨胀的时候你如果没有先把捏合处先把它煎固定的时候，它会撑开，就会破掉。汤汁就会从那个地方流出来。老师讲解成这样哈，光它脆拿转坡哦，我实在很想尝试看看。观众朋友不要笑哈，这个老师你也可以包啊。好，他一定要在旁边监督啊，然后把它压下去，对不对？对，稍微压，这样会不会太少？有点少啊。哎呦，我觉得已经好像不可能再那个了，还要压吗？再来一点。天哪！好，差不多这样。好。我看我包1只就好了，我怕塞不进去。好了，2只好了，不然吃到吃到这个的那个客人说，把你们这个里面那个包馅饼的这个小姐叫出来，怎么这个样子？好，然后呢？来，我们先捏合，让你的拇指跟拇指的地方跟面皮连在一起，连在一起。折起来的时候，让你食指把那个皱褶给捏进来。前面的这个皱褶，对，捏进来，再捏1折，好，等一下，捏2折，捏2折。那我们这边，你看观众可以看一下，我们这边有一点厚度，是。那这时候我们的拇指就要往前一点，把这个厚度给放掉，对，它再捏2下，再捏，对，它边2下，对，再放掉，再捏这个胖胖的地方，厚的地方，再捏2下。对，好，我们的左手这个时候的拇指是属于压线的动作。让你的线不要跑出来哦，所以每捏2折都要再按到那个厚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把厚的地方给它放掉。哦，放掉。很有天分，真的很好，真的。真的。好，2下，好。观众朋友，你们家附近有没有包馅饼的？这边这样就可以。那我们的就放掉，拇指可以放掉，就准备收口，就尽量一直捏下去。对，把它翘起来的地方多余的面皮再把它捏下去。对，好，这样就可以，就直接捏合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，捏合了。好，很漂亮。然后这个第一次人拍这样真的很漂亮。好，拍手的。太厉害了。好，这样子是吗？对。好，没有作弊哦。OK， 真的不错，老师你教的好仔细哦。
太有成就感了。第一次馅饼，说实在话能包这样，真的很厉害，很有天分吗？真的。谢谢老师。好，那我们包制好之后，我们就取一个平底锅，我们就把它加热，温度锅子的温度先上来到150左右，我们就下一点点沙拉油，不用太多，就烧2茶匙左右就可以了。对，油很少哈，因为我们本身那个馅料有猪油了嘛，待会儿猪油也会稍微放出来一些，对不对？不会，也不会哦，不会放出来，我们就要把它锁在里面，就是要把它锁在里面。对，它跟葱结合之后，它会变成汤汁。哦，那我们第一面下的时候，先把我们的收口处，就是面皮那个收口处的地方，先朝下去煎，先让它先固定之后，让它有点熟成之后，我们再来翻面。好，那我们差不多，我们就下一点水，不用多，我们是因为要制造它的蒸汽的效果，对，让它把馅饼旁边的那个部位，把它用一点蒸汽浴的方式把它给熟成，这样。好，我们煎个差不多5分钟左右。哇，煎好痛哦！哇，好漂亮哦！哇，这个颜色真的超级漂亮的。那要不要再下一次水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，对。啊，要不要再盖锅盖？不用盖了。对，我们时间已经够了，可以了。就差不多，我们再把这一面稍煎个5分钟，让它上色。就可以了，就翻2次面，我就整起锅。好，差不多刚才翻面之后，再煎个5分钟，让它上色，另外一面上色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如果不确定的话，我们可以偷看一下，把它转出来一下。哇，漂亮，非常。那你如果要让它更漂亮，它能油就是再加一点油。会更漂亮。对，那因为我们现在比较养生，我就不下那么多油，有点像干烙的做法。对，那我们刚铲起锅的时候啊，先建议不要翻面，我们让馅饼先静置一下，让它里面的热气能稍微消耗一下，让它不是那么鼓的时候，我们再来翻，它的馅饼比较不会容易就爆掉。哦。好，今天呢是庄承运庄老师带来的这个非常棒的葱花虾仁馅饼。